阿公，今晡日喺你位唔爽爽？我嘅腳上擺衝到了後，就一起感覺酸酸。樣辦會衝到呢？我太歡喜咧，啥冇注意衝到腳。本單話到我來日係愛同朋友站來，讓倆情形係愛同新皮站來了。恭喜阿公，準備也到咧同新皮嘅年紀咧，就是太歡喜咧，啲壯感嘅細節啊，腳就戳上咧。阿公，身體要多注意哦。倆小爽，冇事啦。阿公，請問腳感覺唔爽爽有幾多日咧？大約有30日咧。樣辦會拖到呢下將來呢？前幾日冇感覺，今晡日清早開始感覺有到爽切。阿公，我留意養一下，不過我記得應講嘅，慢養唔當早養，早養唔當預防啊。呢位有武強，阿公冇法講咩？就係因為唔愛切，唔知呢位有武強。怪在武強唔太突，留意開着肉過一下，過幾日就好咧。請問你要找時間食血壓藥麼？我不用，當然就會親眼感到我食藥呢。你放心，我全有找時間食。樣就好，健保卡留廚房請本你，記得愛求藥師改為量藥過。人講3分食藥，7分調理，這個限係愛多保養啊。好，是冇主人。